即卖水资源是正珍贵，新竹市水资源回收中心今仔日是专工启动 RO 刷动式的净水设备操作演练，确保逐工会当提供1500吨的再生工业用水，也有1万吨的回收水。透过这套 RO 移动式的净水设备，过滤出来的水甲原底水比平，加清气真多。经济部水利署的新竹水资源中心，逐工会使提供1500吨 RO 再生水，称作工业使用。另外，还有1万吨的回收水，通好用在清洗路面、消防灌压等等。每日可以产水1500吨左右的这个水量。到目前为止，厂商在这边呢，因为做节水或是相关的这个调控，或是备源的这个取水量已经有超过1000吨左右的这个量，所以我们加紧脚步来做好这些抗旱的这个工作。当然，我们也持续的来跟地方政府合作，来进行相关的节水的作业。新竹市长林志坚表示，稳定的供水对新竹来讲是真重要，因为新竹有真济半导体产业，呼吁地方甲中央合作，尽早为上海的状况做准备。此刻呢，我们最需要的是雨水，而不是口水。那我们抗旱就跟防疫一样，需要中央和地方一起携手努力哦。新竹科学园区目前每天用水差不多15万吨了哈。那按照旱灾中央指挥中心的指示哈，我们现在厂商的节水跟同期去年度比是要节省11%的哈。那目前为止，我们也有达到这个目标。这波全台湾水情接来的状况，恐惊会一直到6月。市政府嘛呼吁大家做伙对生活中准则用水，度过一届欠水的难关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